我哋過嚟睇別墅。咁今日我哋睇呢套別墅嘅話係466方嘅雙拼別墅嚇，咁係有2層地下室嘅。咁我哋地面係有3層，實用面積係超過600個方㗎。咁而且仲可以做到5套間嘅設計。咁除咗別墅之外啦，咁成個社區規劃亦都係超舒服㗎。咁成個社區嘅話係112畝，係做到1.5超低容積率，綠化率係超過38%㗎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啦，除咗名貴嘅樹種之外咧，仲有水景嘅環繞，即係好別緻嘅園林設計啊，好似藝術品咁樣。即係等你每一日落樓咧，都心情都超靚㗎。亦都係全中山首個地下式嘅下沉式花園嘅別墅。咁呢度除咗有別墅之外啦，咁呢度嘅洋房高層亦都非常之好㗎，有900尺到1300尺，係無遮擋嘅樓間距嘅產品嚟嘅，而且係裝修係全新升級，帶埋全屋家私配送，絕對係滿足你所有嘅需求㗎。咁我哋而家可以睇緊呢啲樓盤呢，就係講緊就係香港一間房就可以買到如此高品質嘅社區，你仲唔快啲過嚟睇睇？記得關注我啊，帶你睇更多嘅好嘢。